是这个溪头的银杏林，台语讲白果拿。随着天气慢慢反冷，嘛开始来变色，变做金黄色的，是一年四季当中上水的季节，吸引真侪游客来欣赏。 因为天气愈来愈凉冷，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银杏拿，也就是白果树拿，叶啊渐渐变做金黄色，和真侪游客修正来遮翕相。 现在银杏林很漂亮，然后有点变黄色的，然后空气然后温度都很适合现在来散步这样。有游客逐礼拜拢会去溪头佚佗，即摆伫树仔脚野餐，欣赏美景同时，嘛会使甲朋友开讲做交流。 这边的银杏林哈，那它的四季变化哈，它那个颜色都不太一样，从绿然后转成淡黄，然后到黄，都非常漂亮。这片银杏拿已经有几百年历史，有东南亚上水银杏拿的外号，为即嘛起到12月，是一年四季内面上水的时阵。